你好，请问阿媽愛來辦乜嘅？我嘅身份證用辦簽都簽唔到，想愛重新申請一張。身份證係咩唔見睇，係嘛？我就愛確認係本人張做得辦理。我驗一下，你嘅戶口名簿哦，你嘅題名係彭萬妹。除了身份證，你還有帶其他證件嗎？像健保卡、冇像駕照？有，我健保卡本人。好，新聞相片請由你收行李張係嗎？你還有一張，再驗一下，身份證係乜嘅細節唔見睇嘅啊？大約係前幾日。上禮拜也係上正月，應該還忙一禮拜啦。哦，記得係在你答唔記得嘅麼？應該係在秋圈啦。好，讓你留一下聯絡嘅電話哦。02 2345 6789 02 2345 6789。請老愛在你簽張名。好，阿媽，我老你收規費200元，麻煩你先到後背坐一下，我需要一些的專業嘅時間。小姐，你手腳真殺咯，是麼嘢？唔是客氣。